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在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加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个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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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锵！你是咧问讲我想唱甲你讲的无共款？对啊，我想这什么这早安呢？一开始过年是毋是闹热一个？我知影过年咱拢会看一个节目，自细汉拢会看一个节目。我唱一个你就知影。好，来，你准备哦。好，阮是可爱的女风中，谁做是古水啊，淡薄啊松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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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唱过，希望你平安又快乐。做伙来收听，黑白黑白白，嘿哟，佮会晓改做黑白白，听这种朋友啊，我看恁看标题啊，佮阮唱这条歌，紧张啊紧张，唱这条歌你也知影讲，阮今日的大来宾是啥物人？咱即马紧来甲伊欢迎，顺哥欢迎。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人看人好咯，鬼看鬼大岛的鬼宝鬼宝来咯！要考，原音重现吼，对啊，原音重现啦，互大家感动一下啦。真的啦，啊，你是几岁开始看啦？无啦，顺哥我18岁尔呢，我昨看的啦。我昨开始看。人讲迄白菜的人哦，鼻仔愈来愈长。我是小木偶。洗面会去挨着鼻哦。哦，听众朋友啊，今日做欢喜，邀请到顺哥来咱的节目。咱想当初一定有真侪问题，毋是想当初是即马，即马一定有真侪问题，想要来问顺哥。顺哥，阮就是讲到拄则的题材玉玲珑啊，想要问讲，你当初是啥会想到讲用女装来做即出？对啊，因为讲迄个时阵咧，讲迄个时间，迄个时代吼，拄好，阮迄个节目叫《黄金夜总会》。嘿，啊吼，阮顶面的迄个主管讲吼，咱即马节目吼，这个单元收视率无讲介好，啊，是毋是来想一个新的？因为阮2点钟的节目吼，爱做4大段4段，4段，其中一段呢，反应无讲介赞，所以呢，这个阮迄个经理就来讲吼，想一个，结果一个想，哎呀，真正想半年，想拢无。想半年哦，因为阮换差不多10几种的迄款吼，比如讲来讲这个广播剧，对，还是讲吼单元安尼，演歌戏，都安尼乱演一场啦，拢无人看。对，结果有一天吼，我就转去想几部，真诶，一领头壳婆吼，了到要溜头壳婆。迄场着用手背，爬到老汤，加破皮。我感觉这集爱加经语，就是讲食饭进前袂当听。真正诶，要看个人食饭崩鼻芳无？啪，规喙拢乱喷出来啊咧！好，结果呢，我有一天我就看，哎哟，迄电视一直转到尾啊，有一个海上先生啊，海上仙山。有一对姊妹啊，姊妹啊，迄个时候2个欧巴桑，对，拢唱靠调啊，啦，单35娘，名江路靠倒万里长城，迄2个讲到安尼足可怜的啦，哎哟，阮阿嫂吼，迄个时阵吼，已经拢无饭通食，佮去汉药旁边去买迄落猪母奶来食，猪母奶啊，猪母奶是种野菜啦，野菜吼，结果就是我紧看到碰过，你即马紧看迄80几台吼，有2个欧巴桑吼，口干那真诶，结果拢是假的。阮2个吼，都伫遐看，哪看电话无关，我研究出来，因讲考出来，咱来讲笑亏安尼好毋好？就是为刚开始，阮2个就开始讲，咱要甲什么款故事甲改编，2个人爱变做因2个。因一个叫宝珠啊，宝珠，一个叫宝贵啊，阮都甲因变过来，一个叫珠宝，一个叫贵宝，你甲看卖啦，这完全就是吼，起来啊咧，但是吼，过程曾经吼，阮一个足大的长官讲吼，哇，恁这个吼，这款的看起来数字敢若无讲介悬，数字无讲介悬，系啊，那会我讲你听，拄开始吼，莫讲阮数字，阮家己感觉数字无讲有悬无悬。阮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大家笑甲奇怪叫。对啊，但是边仔的人就感觉讲恁有时讲这有时讲迄吼，所以较悬坎的吼，迄长官就来啊。我感觉这吼，南丁大雅之堂啊。南丁大雅，那会啦。所以呢，佮阮讲吼，恁控制一下，莫讲到遐尔啊，
汉尼啊生活啦，对，会当故事化，真让大家听有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啊，佮甲我迄个化妆师讲吼，迄个阿顺啊吼，若要画迄个有要画迄个白鼻心有，baby，迄水果麻有对，你莫甲画，靠伊画迄真正袂看袂效果诶，真正袂效果肉诶。对啊，后壁迄个空白个肉肉甲特别肉就对啊啦。对看愈起肉，所以甲伊讲吼，莫画。嘿，啊，但是我甲讲吼，你不爱甲我画，我家己画啦。哦，所以咧撇安尼，对啊，所以上讲经典的，对啊，所以讲吼，到尾啊，阵啊确定讲，足侪人要看，足侪人爱看，阵啊用迄个模式吼，继续甲经营落。哦，但是当初时是要穿女装进前，恁心内敢有啥物较眼叫的所在，还是啥？啊，该拢挂拢甲挂掉。无啦，该挂的破帘拢爱挂起哩啦。对啦，我尽量吼配合着迄个迄两个阿婆的感情。对哦，因为这个阮学里上吼演姐姐嘛，对我演妹妹啊，对所以我感觉上吼，我比伊较芬芳，对迄个色，对比伊较少女色啦。对，伊个我上色的安尼，对，伊个少，毋是伊个少妇啊，接近欧巴桑的开口啊。对你学袂清拢凊彩拢无要紧。对，啊，当初是敢有想着讲爱跳舞爱创啥，遐拢是哪做的时阵哪想的，还是讲就是当初是恁就是已经有想好啊，因为深开始的时阵吼，对并无甲发展甲遐尼麻烦。对嘿，所以呢，尾啊，迄个舞裙呐，对啊，个边仔有一个袂见小来拍锣鼓点的我，对拍对迄个침침叉噔哇，噔噔，对，迄古早诺诺吼，嘿是连上港上台都毋敢上台啦。对好，到尾啊，一开始是扭袂起来，到尾啊塞袂落。对，听讲免钱吼，哦，伊讲我免钱，我嘛要弄啦。所以尾摆开始就拍出着伊一片的天下。对，到尾啊去带着呢，即个吼朱海军。海军哦，因老爸吼，总共生3个查某囝，哈，朱空军、朱陆军、朱海军啊。啊，伊讲因老爸叫啥名？因老爸叫做朱司令啊。这是讲笑的，这是讲笑，这讲笑无生啊济啦。就是点啊呗，真正伊有3、4个姊妹啊咧。对，顺哥你即摆嘛甲海军算话喏，因为伊是阮旧年过年特别节目的迄集，对，因为今年轮到你哦，今年轮到我。对，所以这嘛算是大家恭喜啦！对，大家大家恭喜。啊，但是因兜而且近啊咧，我而且有一只啦。哦，无要紧，咱会当连续。听说明阮拄则伫咧电梯的时阵啊，迄顺哥就讲伊要安尼继续来，一直落去，因为阮今日时间看起来要为初一吼，还是为咱除夕吼？你落到初10，还是落到元宵，我拢甲你配合。真欢喜。系啊，迄经费无够。我跟你讲，经纪人那个算较俗诶，哇，经纪人小甲拍者，过年当做给你红包了。哦，什么？已经足俗啊！安尼我就歹势啊，嘿，我就当做吼，我咧俗到安尼哦。好，过来，好，过来是要问讲，就是铁西游玲珑内底，就是讲到真济俗谚语啊，是讲一寡海音啊，就是足大的知识量。想要请问讲，这个卡本是要安怎准备？哦，若讲到这吼，我若要讲透起啊，目屎是飞袂离啊！蹭。因为呢，阮当时咧训练，因为即款的节目吼，古早无人做过。对，真的，吼，真正的古早汉字食较饱，讲着恁讲我带恁妈，恁讲我钱真济，恁妈咧肉真白，恁讲我钱哪算，恁妈咧裤哪烫，喂，嘿，我讲吼，因为伫咧即个进程，无人用即款的表演方式对啊，来展现着咱台语之美。对，吼，安尼讲。变怎写？就一直讨论。碰过呢，因为呢，过去就是讲，伊伫咧即个餐厅秀吼，餐厅界的时阵，伊吼做足侪底局的，对，有迄个结构，迄个结构。对阮就搁训练一个叫做阿狗的，阿狗，好撇家，好撇，阮的编剧啦。哦，伊拄开始偌认真写咧，迄写几本一沓遮大沓，结果我就用甲看，我就向着空中一弹。一张一直慢慢飞落来。你写个是啥物碗糕，我是要哪念啦？因为呢，这台语吼真水。对啊咱一句斗一句的时阵吼，伊有押韵，对，伊个有开口，对，长弯细角，骹步手路，拢爱有伊的美角伫个啦。对，所以吼，这个学生囡仔慢慢学习。我讲吼，你从今仔开始发挥你编剧上大的功能。对，讲顺兄，我要做啥？对，去帮我倒一杯滚水。
变叫变斗滚我水的。即摆敢会使做，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对你慢慢听啦。对啊，你这哦，这毋是讲吼，凊彩3、2工真就听的哦，你看人咧食煎切切啊，对代志无遐简单啦，对啊，代志绝对毋是戆人所想遐像你简单呐，哦，这拢是我发明的，对啊，我差不多发明咗300几种。阮拄则有扣几句啊，就是较经典，等下后一条要问，无要紧，咱即摆已经有啊，讲完啊无紧，即摆已经超过对，啊，车顺个现场个各加几句安尼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因为你要写遮尔济物件，第一，你都爱吼去读诚侪书，对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你咧全世界所有这故事啊，咱为12身上讲到36家，讲到24号，吼，这讲到真诶，敢若吼，咱讲话会科技袂问题啊，对，哦，我12生肖哦，对哦，下面都12生肖，就差一下。笑12声啦，笑到互你叽叽叫，嘿，宾过来啊点着，宾过去啊点着，哦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讲迄当阵吼，啊，我家己嘛做诚侪功课，对，啊，碰过呢，上主要就是讲，伊就掠出迄个哦，今仔日咱要讲什么？对，今仔日要来讲聊天顶，但是聊天顶呢，吼，即种三汤锅要跳入去呢，日本的总督府就是即摆总统府，对对对，伊要来劫富济贫啦，对，好，但是呢，敢若要飞入去飞半点外钟啦，对，聊天顶即种三顿话跳入去黑墙啦，啊，对，创啥？去插到德顺差，着去顺，我毋知内底有正德顺。聊天顶一种三顿话跳入去黑墙啦，对，创啥？去搭落牛屎，就是安尼吼，有一个基本的即个吼故事的结构啊，但是咧后壁就是讲，我要哪加，发挥啊我真正吼，我敢若放出去一只野兔咧吼，对，抓袂转啊，枪甲抓袂掉啊，抓袂掉哦，啊，抓袂了啊，真正咧，不咧旗拢歹去啊，当我抱的拢无去，一直出去，啊，所以碰过是主要就是伊掠着吼，即个要进行的即个主线。对，啊，我咧边啊，伊敢若吼，分机啊，你分对，我咧放炮啊啦，哦，我算吼有人叫花嘛，啊有人结子，对，吼，我咧拖咧直叫啊。哦，但是孙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因为伊要安怎知影讲，就是伊讲啊倒，啊你随接落，啊伊要安怎知影讲，就是要甲伊主动，还是讲知影讲你无啊，还是讲就是伊会迄，伊感觉伤济就开始，叫你出来跳舞啊咧。伊若挡袂牢，伊会加听两句啊。对，不过若挡袂牢，再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开始跳暗时安尼哦。啊，这嘛是吼，尾仔再慢慢想出来。对，包括你讲跳舞，迄落跳迄两个舞裙啦，嘿对哦，伫遐跳讲哦，金钟奖吼，拢摕无喎，因为规工拢乱讲，啥摕有啦。啊，所以慢慢啊发展，对慢慢啊去找着讲，即摆来到遮要处罚，要哪处罚？对，即摆来到遮吼，哦，即两个妹哪跳出来？哦，啊，所以就古早甲即摆，啊，个爱发明足济歌，对，足无聊的歌啦，对，没啦，改歌词的我有改歌词印象的毋是甲你改歌词呢，迄足严重的。什么？你每要共改歌词，你爱讲吼，有迄重点伫的。对，陈志明为什么爱着林春娇？对，所以呢，陈志明爱着林春娇，陈志明爱林春娇，陈志明爱着林春娇，陈志明爱着林春娇，春娇叫做你，春娇，志明叫做陈志明。啊，陈志明就是很无聊啦。没啊，他们都真好酒精处你理逐工拢爱真快乐，所以一年有几工？一年有365工，365工嘛改做一条歌。今年上好讲365工，一年有365工，365工，一年有365工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算到尾一定有365工。你看偌无聊。没啊，听众朋友，恁今日真弹到啦，这一定爱听哦，你一定爱听，甲阮放送出去啦。哦，包括连迄个枫叶大镖客有哦，枫叶大镖客。对，噔噔哒啦滴哩滴哩噔哒啦噔，我来唱啊，互你死，想要甲你站歹势，想要甲你笑，想要甲你踏我骹伤低，想要甲你笑你遐济花，甲你斗阵是有够衰。啊，因为两个人的即个算讲默契啦，对，就是迄个感情培养久来，伊喙掰开，我就看到早起肠。哦，喙掰开，我就看到早起食啥。啊，一个眼神飘过来有无，我就知伊要创啥货。即个咱迄个棒球场有无？对，好囡仔来看教练讲，即摆有
或什么款暗号，懵姐，伊我就知影讲，下一首可能要唱啥。哦，无简单。我喜欢问讲，就是因为随时就是碰个 Q 啥，你就爱跳啥。啊，刚好因为就是跳啥是讲迄我下腰迄凌波舞啊，刚好去闪着还是啥？因为我特别你看拢感觉讲，贵安尼。三不五时吼，真正爱受伤啊。所以阮这吼算讲吼，职业伤害非常对啊，重。这个伤害呢。我跳到尾啊吼，阮两只脚吼，拢去换史丹内斯的。史丹内斯是啥？你知吗？我毋知。白 T 啊啦。北体啊。真经的，我即摆有两个骹豆腐吼，因为阮兜有迄个听风的遗传嘛。对。我定甲阮老爸怨叹啊，爸，哎吼，祖产吼还未传来吼，啊这个遗传的这吼病情拢来啊啦，遗产还未来，遗传拢来啊。安尼好，安尼拄则已经足侪句经典中现啊。咱拄则讲着，咱拄则讲着话，若是讲口机，有啦，对吧？我才有看到这句啦。啊，有人看人学你鬼看鬼报啊！这句各人做各人担嘛，真正是做经典的。这句吼，我感谢一个新名。嘿，我特别来去问师傅吼，可人作业，可人担。安尼。所以这句呢，尾后我甲借来用啦。对，啊个后一句就死你，就伫咧讲这时间。讲迄个时阵，讲迄个时间。但是这句吼，这句一定要爱讲一下迄个后撇家。对。阮迄个编剧吼，久笑闭无尾，闭笑久头短短。好看鸟无皮，鸟看好头咧咧。驶向牛会失咧，牛问驶恁俩咧。你两看麦？好，我两看麦。对啊。久笑闭无尾，闭笑久头短短。好看鸟无皮，对。鸟看好头咧咧。驶向牛会失咧。牛问驶恁俩咧。其实咧吼，这个为12星上开始讲啦。对。因为12星上咧吼，当时的天庭大的故事啊，所有这动物呢，要咧向着天庭呢，因为天干甲地支吼，要咧算出着讲哦，用12只这个动物呢来做咧每一年的一个代号啦。对。参照今年兔年嘛。好，我跟你讲这个兔年哦，真正这个兔为什么会变做12星上？伊家己嘛唔知，因为伊甲这个虎。甲龙呢，两个呢去啉酒，啉到变变叫见个好，好天光啉到拄下昏，吐到唔知人吐，一直吐。结果呢，这个虎甲龙呢，也是好朋友，也无甲放掉，好两个甲吵去，因为两个呢要走去求取功名，所以甲吵去遐呢，虎第3名，安尼。兔到第4名，刺牛虎兔龙第5名，因为两个较差的嘛，伫咧中，结果伊请起来想，我来伫遮，因为恭喜你着第4名，兔年就是你啦。趣味的呢。你知影讲哦，第一只是刺，对，刺的这个脾气有够歹啦。伊讲哦，你甲我刺看觅，刺看觅，所以呢，伊咧收水收足慢的，但是牛吼足大只位边过，伊就来讲，牛啊牛，你甲我载过好无？好，载过迄边的时阵哦，我就去举旗啊举，第一支互你，第1名就是你，第2名就是我。结果落去了后，这鸟子跳落去什旗啊从举起来讲，什么？第1名是我啦！迄个裁判呢，当时就问讲，牛啊牛，你安尼你有意见无？牛就回答讲，无。这样咧一只来，真侪朋友咧问讲吼，为什么狮是这个万兽之王吼？这个森林内底伊上大，那结果伊无去求取，因为当时因老母破病，所以讲吼老母只有一个，功名他立在厝啊。结果呢，伊所有人拢去，等恁倒的时阵哦，才来甲我报告就对啊。放松12星上阵人求取功名了后，来到狮因兜门骹口，因为老母破病嘛，所以呢，所有人拢开喙就问，狮你了较好。这就是呢，咱这个台语的趣味啦。但是莫甲想歪去吼，这拢是呢针对迄个声音，针对迄个感情吼，就去低迷的，低迷你知无？缠绵吼，低迷，难分难舍。好，这个就磨食磨不熟，食不能磨，食不相磨，有闲来家人庙口食红烧馍。食。你知影家人庙口红烧馍？好食。迄若讲贵一条吼，有馍卵。有。好，炸甲酥酥酥。你敢家人人？我住家人。你住家人哟？我跟你讲，特动兼倒龙。特动兼倒龙。家人人落雨举雨伞，唰啦。家人人风台晴下讲，唰啦。
爱勇敢面对上天互你的所有的本来就是啊，互你的条件。阮顶一集才讲，就是有迄网友骑车环岛来阮家人，伊讲家人有杀啊，我讲拜托你来家人无路，我就是讲，这敢是家人？哎呀，佫会感觉奇怪。这一定要甲大家解说一下，对这个所在哦，因为咱咧想任何一个代志，一定会有绝对的水的所在。对，所以呢，若去家人吼，这个落雨迄天时吼，哇，上圆满的。对，第一就是讲吼，这个雨就是个天父，对吼，天顶的爸爸，对，吼，降落来每一滴，就是要互咱家人所有的祝福。对，啊，咱吼，这个老母，就是来家人讲，对，正手呢，哦，就是这个东平东花，倒手就是西花对，伊用双手围着，哇，恐惊讲哦，这每一滴的这个祝福吼，去互流失去啊。对，所以呢，你若去家人吼，你若看有雨，雨伞就好收起来。啊，嘴闭开，嘿，迄个老鹰为头壳上个地胶仔屎，还有麻叶嘿。哦，阿母啊，我敢若有食到 ice cream 我嘿，感觉这个爱有较咸淡薄，啊，还有海产味，因拢咧讲来食鱼啊啦。对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当时足济吼，即个客家话，对吼，即迄个民俗啊谚语吼，对，会使讲啊，根据咱家己哦，我做囡仔细汉的时阵的迄个印象，对因为阮阿嬷太贤讲这有诶无诶，对，哦，真正是哦，连小话543吼，真的，哦，太强诶啦！啊，阮阿嬷佫甲我讲，因阿嬷佫甲我讲，哦，俗语有咧讲啊，三个客兄伫房间啊，日苍苍啊。规间拢乱去啊！对，哦，啊，若讲到这哦，真正颔棍啊、西流啊，拄着。古早人真正头前爱讲一个吼，热客啊。真诶，哦，啊，甲倒边讲吼，好，安尼，才讲到后壁迄个重点啦。因讲话就趣味诶呢。对，哦，当时叫趣味，你知道火烧厝叫趣味啊。哦，迄个厝诶味一直发出来。哦，超伟大，唔通烧伤凶哦。要过年啊，大家要注意家己哦。对这个假死落会火哦，吼。啊，还有放炮的火哦，是，好，啊，过来，好，过来是讲啥物顺哥有真侪经典的角色，比如讲铁狮有玲珑，是的，好长辈，我甲你讲，我若要讲他，唔系，好长辈无这句啦。哦，新白沙，新白沙基督，哦，这个角色错乱去。佛州过台湾，各位天来庙来，我就被混州过台湾正派大几多，加多太多，剃头多，吼，养乐多，越喝尿越多。卖难熬，越吃越疲劳。你会砍字无？你莫那笑到无力你就啦。来笑你，就跟要老板赛啊。啊，就是哦，我这人太急嘞，对，从囡仔咯背西背东背西背几堆啦，对，啊，所以吼，阮啊，因为我住暖家，对啊，阮暖家啊吼，啊，真正有福州人开面店啊，对，福州人开西装店，哦，福州人开布庄。哦，所以就加多太多剃头多，加多就是这做衫的布庄，吼，加多太多就是迄落袂啊白食的，袂食的，对，啊，咧剃头都是剃头门，对，啊，真正的，我拢做囡仔就是这个环境大下来，哦，所以我听因讲话，我甲恁讲，有一我甲代志无甲恁讲，你免了解，嘿，真正。了解，你免了解，你是下呢？回咧，规年啊，带去看牛，就是来去耍啦，来去佚佗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生活当中吼，这个成长过程，每一个重要的角色吼，拢伫咧吼，你迄个年代，哦，比如我高中看到啥，做囡仔看到啥，哦，阿尾啊，来去做兵看到啥，所有迄个印象，迄个特别的角色哦，留下着吼，深深的印象，对到尾甲变做一个角色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是咧，够有名啊，伊乌面，我讲到这就较歹势啦嗯，因为真侪人伊天生就。对，啊，可能伊这个吼片啊吼，甲咱后壁迄个瞳孔迄个所在，可能有缺陷，对，吼啊，这一般拢会叫医生搁甲填起来，对，啊，所以你若无填着，啊，伊可能就讲话就安尼啊，昂声安尼啊，对，啊，因为自己仔我就足热的啦，连伊卖迄个卖菜，我就去学伊讲话啦，对，迄个卖猪肉，阮阿嬷咧卖猪肉，我就学伊卖猪肉啦，哎吼，这个网络啊传来庙口咧卖物对，件。袂摇的时阵，对，咱嘛是甲伊学，为头学到尾啦。啊，若有讲啥物人有安尼较奇怪特殊的哦，我嘛是甲学。啊，所以讲这个以后面我哋同学就是安尼用，吼，就是规工拢安尼，我安尼用，我爱你，我安尼用，你免了安。啊，因那年吼，电灯很暗，你咧骂我，电灯很暗。要把它按一下，它才会亮，要不然它真的很暗。
白变做我技巧，伊个无度讲话。你个冷静的哦，你记你后壁袂念掉咧，伊个哦，古必雕哦，这集我有看，就是阿姑嘛。阿姑啊，讲到这个阿姑吼，对正就是我人生当中上大的哦，第一个哦，带领着我的这个灵魂，对互我一个表演的启发的老师啦。对哦，算讲哦，这个功夫一定要拜一个老师。对啊，伊就是我吼，正讲戏剧的祖师爷。哦哦，我之前有一个节目去采访伊哦，对哦，阮阿姑即摆偌红咧，真的哦，无代志拢学会避掉，哦，佮跳，滚啊嘞，不怕滚呢。因为阮外公古早就是一个中医师。对，啊，这个中医师呢，伊毋是讲正讲有人讲哦吐腮啊，哦，就是讲这厝边头尾，因为这厝边遐有种一寡药啊，对，吼，啊，这什么人啊，你爱食什么食什么，啊，你家己去试看觅哦，啊，因为伊个是足善良的人，嘿，啊，但是呢，当时这个砖头吼，必须要有这个吼香灯、兄弟，重灯就对啊，哦，嘿，我这重灯啊，大家练拳头，才会当保护吼，这个城里袂当去互欺负啦，啊，所以阮阿姑因咧厝囡仔拢学拳头，好，我听阮阿姑讲哦，少年的时阵哦，哇，18、19岁。徛台北吼做工课，吼伫路边啊，拄着遐歹囡仔罗麻囝，我阿姑哦一个拍10个，哦，结果我尾仔才知影，吼，遐拢囡仔，无外头啦，无外头，十个囡仔咧，哎，对方妈妈有做出来，啊，你在甲妈妈问讲，今日来啉咖啡，是，拢开讲，啊，就是讲，这个阿姑吼，我真侪启发，啊，所以啊，无论是讲伫这个讲。对，咱讲吼，在咧讲、学、唱，吼，甲逐个人好欢喜，吼，所学都上安尼。对，啊，真济遮吼过程当中，伊讲吼，才应该安怎观众才介意。所以呢，阮阿舅算讲吼，我的老师中的老师啦。哦，感谢我的阿舅，闭了甲闭落，感谢阿姑，啊，甲伊的踢踏舞吼。好，咱真正已经有够一集啊咧。啊，你有够一集啊？安尼，啊后壁佫4条，所以咱就切2集啊。啊，开去切2集啊。真正开2张发票啊。连江嘛，今日开一张尔，连江再佫开一张吼。连江佫开2张，再开来不好，还佫有时间无？另外咧节目啊，未要开始吼。啊，袂着。好。好，听众朋友啊，是不是听无够向去我们切掉？拜托了，我恁讲过年的时阵听了，你感觉安尼就结束啊？无，阮后礼拜过一集继续听落去。好，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耶！我是要讲肉羹，所以勾芡闽南语就是看羹，对。啊，羹啊是那个减重，羹仔肠，哦，阮兜是讲鸡掌羹肠吼，较大的叫羹肠，较细的叫羹仔肠，啊，较大间叫点，较细间叫点嘛。哦，好来，啊，拢讲台语就对了。对，你无问题啦。顺哥咱试一下声咧。哦，大家好。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嘿 ，OK。7、6、13，喂。我拄仔想讲，伊啥要甲我招安尼？因为你是要开大顶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社会黑暗。对。哦，你哪知？我自细咧看顺哥。那我来听吼，好。我还袂试声。哦，你还袂试声好，你唱一下，哦，就歹势。无啦，好啦，你先讲大家好，迄段就好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公司来开拍嘅节目。好，安尼声 OK。最近的拢讲吼，莫有肺炎，莫有肺炎，莫有肺炎，武汉肺炎不？这就是莫有气炎啦。对啊。好来，磨脚磨不熟，熟脚不能磨，吼。哇，这个我看到就太好笑。对，爱收尾，雄收者，啊，等下再个开始。是。好，你调好哈。好，好，听啊，袂，那我有，你我叫会一个。好，